再来看，昨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早起去宜兰的南方澳、柴达澳海边啊钓鱼，暗时佮一直联络袂到人，家属去报案，嘛发动陆海空来找人，不真是个无消息。空气直升机伫空中咧飞，派无人机为无同角度来找人。巡防艇嘛出动，伫海面咧敲找，海巡有30个人，伫岸边来来回回咧找人。接到失联通报了后，陆海空总动员17透早就投入救援。他就说他会来钓鱼，他其实蛮常，应该算蛮常来的。平均是每个礼拜都会过来。其实搜救任务前一天就已经启动，有一个58岁姓张的查甫人，早早早起7点外，甲厝里的人讲伊要去南方澳钓鱼啊，一个钓就超过10点钟，一直等到暗时啊，人拢无倒来厝里，电话嘛无接，家属是烦恼甲心肝肺多，赶紧报案。接获通报，与贼仔澳疑似有民众失联，立即动员投入搜救。规个搜救行动要持续进行，伫中昼进前拢还未发现这个失去联络钓鱼的人的行踪，现场嘛拢无看到相关的钓具等等的物件。这个姓张的查甫人，伊真侪亲戚朋友拢小连续去现场关心，希望会当有好消息，赶紧找到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